加送虾米？我才翕相，翕相？翕虾米？讲出来你会甲我笑。我要来翕美人鱼。人讲，这英国是一个港口，有一日，雄雄出现一只船，船顶煞一个人拢无。伫附近的岸边，有人找到一个水手。伫伊绝开前有讲，迄暗抽时，伊伫船顶有听到查某人的声碎。了后，船员就一个一个跌落海底，无去啊。所以你掠准是美人鱼，甲因掠去。那安尼，你哪会袂惊美人鱼会甲你掠？水手拢是罗汉脚，我是查某囡仔，美人鱼敢免甲我掠？翕我。怀疑你也翕无美人鱼。我妹仔伫海边，有一个毋知影倒位来的妹妹甲你亲，佮叫你甲伊翕相，有影无影？无影，真正无影。